今日帶你睇一個喺山頂非常難得嘅放盤，呢度行過去 GSIS 都只需要2分鐘，坐落住一個低調但係極具價值嘅屋苑 Peak Villas。行入單位，外面嘅煩囂退去，換嚟嘅一份寧靜同空間感。伸延出去就係寬敞嘅戶外空間，去中環同生活配套都非常方便，所以你會明白點解 Peak Villas 一直都好少放盤。加上位於無線以下，景觀更加開揚，仲有3個私人車位喺山頂，可以同時擁有地段、私隱、空間同埋便利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資訊或者安排參觀，請隨時聯絡我。